是一好都无两好，这个天气一个好，空气就歹，尤其是空气中有害的铺粒啊 ，PM2.5对身体健康是损害。乡亲啊，无讲咱拢唔知惊，讲这个食物拄着高温，原来会释放着 PM2.5，而且这个灶开油烟释放的 PM2.5是比一般的空气高出20倍，长期吸落来真会着这个肺癌。 就是这个油烟爆发的瞬间，同时释放出碘2.5，影响你的健康。有家庭主妇明明是无食薰的，不过也是不幸得着肺癌。专家学者提醒，是要拄着别芳、精油这类高温煮食方式，就会产生 PM2.5。直径很小，它可能会沉积在我们人体的肺泡组织，引起局部的发炎，那甚至会增加肺腺癌的风险。甚至我们的油脂类食物遇到高温，比如你在 炸的过程当中，它会产生我们的化合物叫 PAH， 就会增加肺部肿瘤的风险。甚至有研究指出，炒菜油烟摆放5分钟，释放出来 PM2.5是比一般空气高出20倍。因此提醒伫厝煮饭爱像安尼，一定要拍开抽油烟机，或者是开窗啊，保持通风。 然后也要注意啊，就是说，那也许可以减少一些高温，比如爆香的动作。我想低温烹调也会比较合适。来自厝内空气污染是免去轻忽的，然后这温和的杀手 PM2.5危害健康。